114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汉语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施彦强编号3号齐翻成录音。今年嘅撇除王兆基研作，又到嘅一年100嘅撇除，我聽到阿妹同阿爸偷嘅講，校門開比鬼門開還卡得人驚。認真，阿妹平常時愛上班，還愛安排我三姊妹嘅撇除生活，免到頭拿笑布布。阿爸同阿妹參詳，比到自家安全，就請研究連登來看顧我哋。初下嘛，大家都當享受到撇除，唔是放早場，唔是付時間去學校讀書，唔是日日寫功課，唔是呀，唔是個個自由自在。唔過，看我也愛撒變到比平常時上班還卡無閒。唔輸入後幾間便利商店嘅電子門，叮咚叮咚，一日24點鐘嘅無限。阿妹，等一下，愛什麼嘅？天公爺愛去哪了？阿爸，老太又同老妹商場玩去誒。雖然講撇除我哋啲屋卡嘅出事當多，唔過阿爸阿妹還係知道，我哋係佢兩三個甜蜜負擔，全力安排我哋嘅假期行程同撇除學習，看重幸福親子嘅時間。我嘅也愛付出嚟動態心理負擔、勞體力嘅挑戰。我初胎今年正啲小學畢業，有一日一通電話，帶轉來撇除啦。當日阿爸阿妹就載定我三姊妹轉到莊下嘅家婆屋卡。家婆嘅屋卡喺到苗栗愛山嘅腳下，屋下嘅四圍係平洋洋嘅發呀呀嘅天，天林都好當地嘅割農業務，割無機行過無行，實體嚟上村嘅無村。又連出一台一台嘅粒粒金網，狀態上茶了後，就再去跳10個，突突連到加工嘅田頭，加工愛留到10個，轉在我面前嘅無糖西，講愛自家留來做伙食。又講本日頭曬過嘅穀，煎出來嘅米，煮嘅飯會較香、較 Q、較好食。當真，6月天公無阿公，6月割禾無阿婆，家婆無事閒，通怕徛等，當啲日頭下嘅無糖行。從頭接耳，通去通轉，看起來真神奇又辛苦。這方面誰不愛想到，廚房日當看得無下土，水滴盤中順，粒粒
皆辛苦。这是眼前目珠头看得到的真情实境同感受。锣鼓人言，一粒米，百粒汗。我想，你能享受到很多人付出心神和体力的同时，除了爱感恩现下的幸福生活，也爱享下各种食物和物品。唔好好伤浪费，并时时爱晓得付出自家嘅关心同善忙，本身边嘅人更加幸福同圆满、正确。